Hello，大家好，我依家就已經身處喺福岡機場啦。上年我嚟嘅時候，呢度仲係裝修緊，而家已經係一個全新嘅面貌啦。咁今次旅程最期待嘅就係可以由福岡搭新幹線去京都玩幾日。至於點解會咁樣安排呢？就係因為顧慮到身體嘅問題，需要盡量縮短搭飛機嘅時間。我主要會將旅程入邊一啲無障礙友善嘅景點、餐廳同埋交通住宿分享俾大家。咁雖然機場係翻新咗啦，但想搭地鐵嘅話，都依然需要搭多一程接駁巴士先去得到地鐵站，所以今次都依然係選擇搭的士去博多嘅酒店。咁一陣呢，我都會分享埋點樣喺網上預約新幹線嘅輪椅位嘅。想了解多啲嘅朋友呢，就記得睇埋落去啦。首先帶大家睇睇頭2晚住嘅酒店房先啦。呢間酒店嘅位置非常之好啦，用步行都只係需要幾分鐘就可以去得到運河城、中洲屋台街同埋折田神社呢幾個出名嘅景點，而行去最中心嘅博多車站亦都只係需要幾分鐘啫，都幾適合作為第一次嚟福岡嘅選擇㗎。而位於酒店旁邊就係呢間我上年嚟福岡 miss 咗冇食到明太子丼好出名嘅餐廳啦，但係注意返佢哋而家已經搬咗去西中洲嗰邊啦。嚟到福岡最中心嘅博多車站，呢度連接住幾座商場，無論行街、食嘢、買手信都可以喺呢度搞掂晒，大到用足一日都唔會行得完。呢度仲有個好處就係好多老字號嘅餐廳，例如一啲拉麵或者牛腸鍋餐廳，佢哋嘅本店通常位於地鋪，大多數冇輪椅入口，但係喺商場嘅分店就冇呢個問題啦。多得呢樣嘢，我先可以試到呢間鮮鮮拉麵。Tasty。裏面嘅手信街附近有一間自助形式嘅手工啤酒吧，呢度嘅空間輪椅出入都好自在，或者你想斟一杯拎返酒店飲都冇問題，啱晒鍾意飲酒嘅朋友啦。Next day。今日係休閒行街嘅日子，朝早首先去到大蠔公園，呢度喺福岡知名嘅賞櫻景點，而平時好似我哋嚟嘅呢日，主要都係居民嘅消閒地方。今日係禮拜一，部分有特色嘅咖啡同埋呢個日本庭園都係休息日，所以我哋都係嚟到睇下風景，同埋行咗一部分就離開啦。見到呢棵 Minecraft 樹，就知我哋嚟到天神最新嘅地標商場 One Fukuoka 啦。下晝就會喺天神區周圍行下街。首先醫下個肚先，最後揀咗呢間串燒店做 lunch。估唔到日式串燒都有山羊，原來燒出嚟可以咁爽脆多汁，加上面頭炭燒嘅香味，以後食唔返點算啊！仲有呢種捲發嘅燒雞皮，亦都係第一次食，幾款口味都好好味啊！去旅行最開心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可以發掘到對自己嚟講新奇嘅好嘢啦。
喺天神區百貨公司林立嘅正中間，突然間有一個好清幽嘅地方，佢就係景固神社啦。呢個位置再加上佢用紫色嘅色系，同其他神社好唔同感覺，所以顯得零舍特別。路經嘅時候都不妨入去參觀下啦。而鍾意咖啡嘅朋友，更加係可以去入邊右手面呢一間好出名嘅南平咖啡，裏面都有一個好友善嘅無障礙空間。喺呢個神社嘅氛圍底下，好悠閒咁樣嘆翻杯。神社附近有一間 Mon Bell 啦，佢算係呢一頭嘅地鋪之中，難得地輪椅可以碌入去自己睇衫嘅鋪頭，而且呢一間係大鋪，款式種類都齊。咁行街嘅部分呢，就冇影太多啦。咁馬上就嚟到呢一日嘅重點介紹，就係夜晚食嘅呢間燒肉88啦。喺博多一啲比較受歡迎而且位置又便利嘅炭火燒肉，例如呢間肉一都係唔方便輪椅嘅。好彩最後揾到呢一間方便輪椅嘅，而且都好容易 book 位。不過因為網上嘅評價唔算太好，又比起其他燒肉店冇咁 full booking， 開頭都唔算得話有太高期望嘅，但嚟過之後就覺得真係冇揀錯啦。首先門口已經見到我最中意嘅炭爐，我覺得食日本燒肉用炭爐真係別有一番風味㗎。然後係輪椅嘅位置，可以選擇過凳或者坐返自己嘅車，都唔會擋到路或者同附近台嘅客人靠到好近，個位算唔錯。到嘢食方面，牛舌有厚薄兩款，厚嘅唔係度度都有，值得一試。兩款都好食嘅，個人就偏好薄嘅多啲，唔怪之佢係 No.1 推介。落單就係用呢部平板啦，有中文，款式唔算多，但係我覺得有質素就唔需要太多花款嘅，啲嘢仲有得嗌半碟，所以就算人少都可以試多幾款。而我就唔係太識分，所以叫咗拼盤先。如果好似我咁比較怕肥，就最推薦4號呢隻里脊肉。我哋兩個人當係任食咁樣叫，食到食唔落都係1萬yen左右，呢一餐真係非常滿足。The next day， 呢日一朝早就 check out 咗酒店，準備搭新幹線去京都啦。首先就嚟咗博多站旁邊呢間人龍麵包店買麵包。呢度嘅賣點就係啲肉類餡料係用呢個炭爐即場燒出嚟嘅，所以感覺非常新鮮。而且朝早空肚嚟到，聞到陣味已經係令人食慾大增，非常吸引。咁我一直以嚟去旅行都好少話早餐會食包嘅，但係福岡又有好多出名嘅麵包店喎。咁今次搭新幹線就造就咗一個好好嘅機會，買個麵包路上食就 fit 晒啦。不過揀選麵包嘅呢個位置有1級樓梯，輪椅人士如果冇人幫手嘅話，都可以選擇網上落單自取，又或者堂食都得嘅。因為係第一次搭比較長途嘅新幹線，所以好興奮，買咗好多早餐。輪椅位附近就有無障礙廁所，所以可以好放心咁樣飲食。呢點就係比起搭飛機可以放鬆好多嘅一個原因。咁喺呢度呢，就同大家分享返我喺網上預訂新幹線輪椅位嘅方法。咁我喺上年福岡條片就講過話係唔可以嘅，因為喺鐵路公司個官網申請輪椅位呢部分一定需要日本電話號碼聯絡，咁大多數香港人一定都滿足唔到呢個條件啦。咁今年我就發現咗 SmartEX 呢個 app 啦，用法好簡單，開咗 account 之後入返信用卡資料，佢係新幹線嘅官方 app 嚟嘅，所以可以放心使用。跟住去買飛呢個位，揀返日期同時間。咁呢度呢，我就用博多去京都為例，視乎情況揀買唔買來回車飛啦。然後會見到輪椅嘅位有3種選擇嘅，
第一個係會有一個正常嘅座位喺輪椅旁邊，你可以轉位過去坐嘅。第二個係貨輪椅陪同者，坐喺輪椅使用者旁邊嘅一個位置。第三個就係輪椅空間，旁邊係冇普通座位嘅，通常比較大型嘅輪椅會揀呢種。下面呢度就係選擇中途唔要轉車啦，輪椅一定要揀呢個嘅。之後再揀選你心儀嘅時間，最後就會去到座位表呢度。呢個就係頭先第一項嘅輪椅位啦。咁呢個係普通座位嚟嘅，輪椅就派喺隔離。入邊呢個位就係頭先第二項照顧者嘅座位啦。而第三項輪椅空間就係呢種位置。最後去付款就可以完成預約㗎啦。下一站我哋就即將展開喺京都4日3夜嘅行程，咁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拜拜。